新老病院为迎接创设160周年，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，历经1日感恩礼拜作为活动的起跑，并且邀请40当前民国74年新楼重建的第一批员工回来后头厝，见证这个有意义的时刻。邀请到这40年前在这里一直打拼的一些同仁，1985有7位同仁，我们找到了，他回到这里，因为他回忆起来，他在40年前新楼医院在开始的时候，他在用扫把来打扫、来清洁我们的院区。然后今天看到我们新楼医院有不一样，也有挺很多的退休的同仁回到这里。那刚刚有看到会场上面已经有好多同仁，大家互相在聊天、交谊、回忆我们过去。等等，我讲未来这1年有好多的活动，我希望我们台南市民大家有机会来到新楼院，我们的新楼的故事馆就已经在整间里面用壁画来展现40年、160年，有4个时期，我们有创立时期，我们有生根时期，我们也有转型，到最后我们扎根，到未来我们有展望。我们的新楼院不是在这里160年就停了，所有的员工有这个志向，说未来看我们这一代新楼的历史，就由我们这一代来写。会中新老病院院长刘启举除了颁奖第一梯7名的员工亲笔签名的纪念碑表示感谢，另外嘛由着董聪明牧师以着老新老人的角度分享着新老人的故事，现场还有新老故事馆的节目。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新楼的历史，伫个门前区设置了新楼故事馆，以着6个大型的看板，描写着新楼160年的历史，对新老病院的创立、深建、转型到扎根，以及未来的展望。老院长毋望大家坚守初心，继续迈向未来另外一个160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